在创作我的东西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说我可以放手一搏，说我想要说的话，画我想画的图。这一天，艺术家张龙芳创作中，大笔挥霍，大气盎然，浓烈色彩、粗犷的线条展现西洋眼镜蛇派画风，写实源自对生命的思考。艺术的精神性以深厚的人文思考为底蕴，张龙芳笔下的世界仿佛有条隐形线，连接血脉里的根源。人的人间世故啦，等等，很矫揉造作啦，很虚伪。所以我其实就觉得动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内在情感的一个投射。画出了多年一步一脚印踏过非洲大陆、南美洲的探索，简单直接，返璞归真。实际去感受有什么不同？就等于身临其境嘛，当然是跟所看的一般相片是不一样实际去走一走就是很好。有听了吗？那当听到。有快乐吗？老师，我很快乐。西洋当代绘画的技法如何融合台湾意象？一系列的原住民脸谱画作，以故乡子民为创作语言，画人更画精神。大概100多年前有没有日本人、法国人拍的？我想说那个时候的原住民更有原味。因为现在的原住民舞啦，很多平地人在跳啊，只要穿一个原住民衣服，花花绿绿的就在跳，但是它比较没有原味。温文儒雅的外表下，有着炙热的创作能量。张龙芳坚持回家乡苗栗，回归纯粹的环境。客家人应景进入，就是说，不屈服，刻苦耐劳啊，就是说客家也是。其实我说我虽然是画原住民跟画这个动物，其实我还是流露着客家的一个内涵在里面。有人说，艺术创作是让不可见的力量变得可见，而张老师的画作不只是在展现力量，他希望透过自己的另一种诠释，再缔造一种意象空间。有听了吗？爱动听了，有听了吗？爱动听了。